Hello，大家好，我係 CY。講到印尼嘅日夜市 Yogyakarta，相信大家都知道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嘅佛教聖地 Borobudur 同埋印度教嘅 Prambanan。其實日夜仲有另一個唔多人認識嘅世界文化遺產，叫做日夜宇宙中軸線。而呢個日夜宇宙中軸線就其實位於喺呢個日夜市中心啦。唔講你唔知，除咗呢個日夜宇宙中軸線之外，其實世界文化遺產裏邊仲有另一條中軸線，而呢條中軸線呢，就位於喺北京啦。好啦，我哋就講翻呢個日夜宇宙中軸線啦。當時有一位貴族叫做蒙古布米，佢好唔滿意統治蘇羅國嘅侄仔，因為呢個侄仔當時同荷蘭東印度公司行得好埋，所以佢就同佢個侄仔發生咗鬥爭。直到後尾大家願意坐低談判和平，就簽咗一份協議，叫做全日啲協議。而呢份協議裏邊，佢個侄仔願意將一塊地交俾佢嘅叔蒙古布米統治。而呢塊地就係後尾我哋知道嘅日夜市，而佢個叔就係日夜市嘅第一人王，亦即是後尾大家稱為嘅蘇丹哈咩古布沃納第一代。當曼古布米有咗呢一笪地之後，佢就開始思考同埋規劃佢嘅皇宮同埋城市嘅位置，而符合爪哇嘅宇宙觀。爪哇人嘅宇宙觀其實就係一套關於人類生命的哲學思想。特別係生命周期、理想的和諧生活同埋人類與造物者嘅聯繫，亦即是人類同神仙嘅關係啦。呢條中軸線其實連接咗三個關鍵點，象徵住三個唔同嘅境界。不斷就有爪哇人嘅守護神居所貓馬拉比火山，象徵大自然的力量與神聖。中心點就有日夜皇宮，象徵住人類世界嘅平衡中心；而南端嗰邊就有南海女王嘅故鄉印度洋，象徵靈魂的歸宿。了解咗呢三個關鍵點之後，接住我哋就要了解成套宇宙哲學如何將呢條中軸線帶出爪哇人嘅一生。首先，日夜皇宮係成個中軸線嘅中心點。將南邊同埋北邊分為兩個人生階段，由南邊嘅巴公格入到皇宮呢段路程，就象徵住人類嘅誕生同埋成長，佢包括咗靈魂進入肉體，經歷嬰兒期、青春期，同埋最終步入婚姻階段之後，由皇宮行去北邊嘅日夜紀念碑，象徵住生命走向終點並回歸神靈。好啦，了解咗成個中軸線嘅哲學之後，我就會帶大家由北邊嘅日夜紀念碑行到南邊嘅巴公加入，成個路程總共係6公里嘅。喺呢6公里嘅行程裏邊，我會影到同呢個中軸線有關嘅一啲建築物，包括和皇宮啊，同埋成個嗰個中軸線嘅城市規劃又係如何嘅。當然唔少得當地嘅風土人情。好啦，我哋而家即刻。
相信大家已經開始聽到一啲樂器敲出嚟嘅音樂，而呢啲音樂就係由皇室嘅演奏團隊利用 Jawa 嘅演奏樂器敲打出嚟嘅。呢道門一入去之後就係皇宮嘅後花園，而我哋身為遊客只可以行到後花園呢度。喺我參觀呢個後花園期間，俾我遇上一班宮女啱啱喺廚房攞住的食物，不經不慌嘅進入皇宮嘅方向，準備將啲食物俾皇室成員享用。喺參觀呢個後花園期間呢，我有機會同皇宮嘅一個侍衛交談。咁樣交談期間呢，我先了解到原來佢哋呢啲侍衛嘅職位呢係一代傳一代喎。意思即係話喺佢退休咗之後呢，佢呢個職位係可以傳俾佢個仔嘅喎。當然呢種傳承呢唔係強制性嘅，不過多數屋企嘅後輩呢都願意去接手嘅喎，因為呢種係一種家族嘅光榮。其實喺皇宮做呢啲侍衛呢，佢哋嘅工錢唔高㗎喎。我已經問咗3個當地嘅人，佢哋都係俾我同樣嘅答案。好啦，睇完皇宮之後，而家要離開皇宮啦。離開皇宮呢，其實有2個方向㗎喎，一個就左邊嘅路啦，亦即是頭先我入皇宮嘅嗰條路咯。另一個邊呢，就係右邊嗰條路啦。咁樣左邊呢條路呢，其實就有一個皇家浴池 Damansari。咁呢個浴池呢，我喺早一日已經參觀咗啦。呢個浴池嘅功能呢，其實係古時代嘅皇族喺呢度沖涼啊、洗水。
尾嘅人呢係俾熱死嘅。而家你見到入邊嘅呢堆石呢，其實就係凝固咗嘅火山醬啦。Jadi seperti ini hanya kapasitas kurang lebih 40 orang. Hanya 50 orang. 40 sih. 40 orang aja. Ini adalah lava yang mengeras. Mau foto di atas itu?由於我參觀火山嘅當日又落雨啦，就起咗大霧。其實喺我身後邊呢，就係呢個火山啊，所以因為落雨，啲霧就冚住咗成個火山，就導致我冇辦法喺近距離見到火山嘅真面目。畫面中嘅呢啲嘢呢，其實就係當年火山爆發之後，火山醬流落啲居民屋宅嗰度毀壞咗嘅一啲當地居民嘅物品啦，例如佢哋嘅車啊、Ini motor Pak Ansel 單 jadi 車啊、 masuk ke 家 dalam 私 fotonya Bang Mardan 有 yang 好多 menjadikan 啦。 Bang Narizal. Ada foto-foto waktu erupsi selain itu. 嚟參觀貓木納 B， 當然就唔少得玩水噶啦，呢個就走唔甩嘅。接落嚟我就帶大家睇宇宙中軸線最南邊嘅印度海。